AQO 唔好再傷害我啦。你出現嗰陣，我以為係愛情，點知 AQO 呢一手牌早期嘅性格係偏向被動。八人台如果前面有人 open 嘅話，AQO 係 CO 至到大盲呢啲後位 call 係最舒服。但係如果你係 UTG 加1或者 low jack， 記住要 3 bet 當 bluff 問前位應手。如果對方 4 bet 嘅話，而你又唔想打翻後，可以直接 fold 唔使亂戰。但係你面對 VPIP 55以上，任何位置都可以露 3 bet 佢，唔使同佢客氣。有時我仲會直接 all in。而當前面有個緊 B 0至到13左右 VPIP open， 你都可以好優雅咁樣棄 AQO。面對 Pro 嘅話，你要打翻標準少少，平衡翻啲。當前面有人 open， 有人一個人 call 嘅話，唔好就死 call 落去啦。除非你係 button， 如果唔係就應該 squeeze 搶翻主動。但係你都要記住呢一個 squeeze 係 bluff 嚟嘅，唔係 value。如果對手再 raise 嘅話，就即刻 fold， 唔使糾纏。AQO 係好容易令人誤會佢係強牌，但係早期嘅話其實未必值錢。你有試過被 AQO 傷害過幾多次？